到冇，絕對倒好一個木偶，學人去踏步，讓人耳目，做最好一生會追盡到完成樹木，畫咗線路，自我復生，機關格式都有路線圖，會做到周身都對着信號會照著，一放一張就是正常。
誰死心塌地作我護蔭？淡淡然微笑着，若要哭得比我狠，誰不准我慰問，只准我放心，蠢到為我分憂解困。即使我明明有錯，一摔腳如何分進，還在走。大師不好得很，不過他非必須笨，我有天生的根分，一路跳得這麼近。年輕怎麼就是錯，誰不解釋就恨我。名利困就是囚牢，成敗執就是紅路。台上的我，台下的我，隨時開放。面對這份愛，不止抱歉萬次。我哋嘅無人機演出咧已經完成啦。呢一批無人機咧都會翻去佢嘅基地位置。多謝晒咁多個單位嘅配合，亦都請所有姜糖繼續逗留喺現場安全嘅位置，因為我哋要留喺現在原地，因為我哋要等待埋8點半嘅煙火演出。然後你禁不住糾結望向天，盼望放棄，當然你冇可能逆轉。多謝晒咁多位成就咗呢一個10幾分鐘好精彩嘅演出，俾啲掌聲，大會俾啲掌聲你哋自己。